歡迎嚟到 DSE MC 1分鐘，我係 Louis，一齊睇下條題目點做啦。題目就話將原點記做 O， 點 U 嘅坐標係20，設 V 係正 Y 軸上嘅一點，令到三角形 OUV 內心嘅 X 坐標係6，就想我哋揾翻三角形 OUV 嘅面積。面對呢類題目，首先要知道一個重點。內心就係內切圓嘅圓心，所以我哋可以用切線性質，由同一點引向圓嘅兩條切線長度會相等。知道呢個概念之後，我哋將 VK 切做 X， 根據切線性質 UV 就係 X 加14。留意翻三角形 OUV 係一個直角三角形，所以我哋可以用畢氏定理 X 加6嘅二次加20嘅二次等於 X 加14嘅二次，解出 X 等於15。最後用翻面積公式底乘高除2就會出到答案㗎啦，所以答案就係 C。如果想學教你更多，可以去個網站預約試堂。